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叫我去爱王子强，妈，就是伊。妈，为什么啊？莫问为什么，照妈妈话去做，也毋过不准你爱伊。叫我去爱伊，搁袂使付出感情哦，这是啊，对伊袂使付出真个感情，也毋过都爱互伊去爱你，安尼你有明白无？我明白啦。我知影妈妈是安怎要叫我做这件代志。你是毋是无愿意？无啊，我无讲我无愿意啊。就亲像妈妈所讲的，这是你一生中唯一爱我做的一件代志，我袂用要拒绝的。安尼就好。妈，你是毋是咧恨伊？你恨这个人是毋是王子强的老爸？你想要报复对毋对？莫搁讲啊！妈，若无代志，我要倒来房间啊。小等，秀秀，会记你妈妈的话，袂用付出你真个感情，袂用去爱伊。妈，我知影，我袂伤害我家己。你真甜较少，较早休困的。你要保护我，你才年轻，保护你才年轻，我好伊，我好伊。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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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清气的啦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下晡参加酒会转来，着好来讲心。恁阿爸哦，拍远去寒着，食酒吼，干着的款。毋是，我看这个办事哦，是平常时啊，开商场做者，即摆咧做黑帮。啊！我讲的是真实的啊，你是伊的后生，伊都安尼心肝遮尔啊凶啊，迄无定吼，较早要害死过人哦。你甲我点你啦！嘿，免歹，好，免歹啦，我毋是主文安尼，会当互你安尼画来画去哦。伤假吼，我就叫我母啊，莫互你请，看什么人要出饭，互你食。阿豪，阿爸，你莫生气啊，我带你看医生好无？我无破面的。阿爸，哈，好啊啦！我叫你莫甲我关心啦，你甲我想较边啊呢？哎呦，你甲看嘛，迄明明哦，好心叫驴针啦哈！你今仔是咧讲什么笑话？点点啦！啊，主强的，甲我找主强来。阿爸，主强要安排想讲伊起来，还袂转来。嘿，我看吼，可能伫外口去互车弄断骹手。哎呦，你做来讲啥？你也莫甲我讲主强的歹话，你若无我无帮你创。头家，莫该生气了，你就知影伊迄款的安尼，家己身体较照顾。啊，我带你去去休困，去休困，不定，我若毋是看到你老母，我早就甲你赶出去啊！阿爸，好啦，莫还没计较，你先入去困，我阿管斗关点。免啦，等下，
免你甲斗乖啦。阿爸，伊讲一个做囡仔尔，我斗乖好啦。我讲免啦。我甲你讲，以后甲阿娟哦，较莫接近的。啥弄咧？这个我问安怎？恁爸欢喜啦。阿爸，莫甲讲我多，去困。明仔吼，牧场甲做我空。秀秀，这样嘛叫我来，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啊？是阮妈啦，你妈妈是安怎想？因为爱回转来了后，规个人拢无共款。一个人蹛咧房间内啉烧酒，念咪哭，我念咪笑。王姐，我感觉这件代志，敢若甲迄王理长王家庆有关系。哦。伊阁叫我诱拐王家庆的后生王子强，叫我骗伊的感情，然后才阁甲办杀。可能是要对王学清报复的。王姐，安尼做敢袂伤过残忍？你对我妈妈遮尔啊多年，你嘛是伊上好的朋友，你敢知影伊甲王学清之间有啥物恩怨伫的无？你叫我来就是要问这个代志啊。我妈妈将来就要分过灵魂啦，谁哪伊会？这我嘛唔知影。我起来楼顶看你妈妈较要紧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王经理，啊，你来伫阮家。我拄到位啦。妈，我看你啉烧酒醉，我袂放心，才叫我进来啦。袂放心？嗯。你惊妈妈做啥事？我。妈妈袂自杀，妈妈若是要死，20年前就死啊，哪有留我今仔日？总经理。妈。总经理，我无醉，我无醉，你冷插我。妈，来，恁茶。我绝对袂当予伊遐。妈妈叫你去做的代志，妈妈叫你去做的代志，我会记得啦，妈。记得就好咯。明仔载你就要开始去整。对啦，秀秀，这无代志，你先去困吼。经理，你家己真拄好，多我啉一杯吼。总经理啊，酒莫啉啊啦，啉酒敢会解消忧愁心？不是酒，是薰，是20年来，我袂当打袂记怨恨。我了解，我知影过去王学清有甲你伤害着。你对我还毋是干咧伤害你？你袂当了解，
伊20年就对我有安遮残酷，甚至爱我的命。也毋过，伊就要爱着你的命，伊嘛无对你安怎啊？是啊，伊是无对我安怎，伊毁掉了我的梦，毁掉了我的心，毁掉了我20年的青春。我的囝仔莫为着伊嘛袂死。所以你有哪为着安尼，要来甲伊报复去？这就是我来这个目的。包括伊的后生。无毋对，包括伊的后生。从经理，我一向认为讲哦，你毋是遐尔啊残忍的人。对王月清，我是一个残忍的人。啊，你咧甲伊报复，你会当得到啥货啦？我啥物都无爱得到，我就是要互伊上听的第二后生，承受着我20年前的痛苦，我吐出来。爱一个人，实在真无容易。有爱，有原谅，安尼你的人生会当过得较好啊。我做袂到，对王月清我做袂到。我用我的生命去爱伊，伊予我的是啥物？伊予我的只是怨恨。我会记，我的恨，我20年前无法通放袂记，我恨你还是会记。总经理，我本来嘛无想要报仇，也毋过伊加在我身上的痛苦，我一定要去付出代价，我一定要甲他变讨回来。总经理，你若安尼做啊，有一天你会后悔啦。后悔。20年前的我已经死，以后日子，哪还阁有啥物通后悔？怎样想，拢想。阿爸，我想讲吼，要过来银行开银行贷款，来控制咱不定的经营。朱强，这件代志咱较慢才去讲。今年景气无偌好诶，无用生产阁遐济，咱阁先看卖。那你是伫捌啥？我趁即摆来控大经营吼，等下摆经营好，才好多趁钱啊。对。朱文，你若毋慢吼，以后较莫讲较多。你看恁小弟朱强吼，安尼吼，遐尔巧，还阁遐尔有才能，以后你讲听伊的咯。阿爸，好啦，以后吼，甲我带牧场吼，安分守己，才做工课安尼就好啊。阿伯，阿伯小姐，小姐，你姓郑哦？
啊？是。哈哈，险啊袂啉的，今仔较水啊！啊，小可啊！拢好啊。哦。顶一抓哦，来爬山，无小心徛抓家着，好你家再有你，家管小姐甲我送去病院急救，啊无我老早就无命。但小可代志，莫囥到心肝内。哎，今仔甲朋友来爬山。这抓无要爬，我是专工来多谢你，家管小姐。好。啊无，你先去爬山，爬了后才转来找我，咱做伙转去。好。你只。我先来啊。稳来，稳来。哎，山路歹行，较细腻啊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多谢。水若强落就爱走。多谢你哦，海鲜点么新米，阿伯，这你的。哈，当然来就好啊，遐客气啊咧。来，啊无，你来内底小坐一下。嘿，长囝。啊？等下哦，走去菜市啊，加买一寡菜，咱中昼来请陈小姐。唔免太急啦。哦，对。哦，来。对啦，阿伯，等一下吼，我想要顺续参观你的牧场。哦，牧场哦，无要紧，等下我才带你来，咱先入来内底啉啥去。哦，行。阿祖要哪里？拄则拄甲主强啊，讲要去牧场，你敢无看？哦，我讲你伫厝内底，自己进嘛。我较等下，会使麻烦你甲我看一个店无？看店无？我想要来去牧场。去牧场啊？好啊，若要去啊，我甲你顾到暗嘛无要紧。真惨啊！股票都甲落去。阿文啊，我要送有你去工程啦，啊，才有交你甲上啊。我来做一点。哦。喂，你是要迄惊死人哟？当你也无做歹代志，才有啥好惊？哦，你想要偷工牛是吧？什么？哦，你细汉一定捌偷板布啦，啊，即马才会想要偷工牛啦。你搞当作是贼仔哟？我查你家讲的啊，你要牛呀，只送就好啦。恁，那你加好吹。喂，甲你讲算笑的啦。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我来看你呢。阿官，我有讲，我会认真做工课来补偿你。袂用的，主任，咱袂用安尼啊。阿官，是安怎？无啦，我只是惊会去互看到。啊，你是咧惊啥啦？咱较早毋是直接穿袂过。对啦，你会记第一摆你无学针？会记你啊，我叫会记你，你叫我剪一个嘴皮，啊，佮煞咧？所以我就走啊。我甲你讲，哎呦，你倒下才对啦，我就哎。主文啊，你做歹哦。喂，你是安怎啊？哎呦，阿官啊，
哦，巴肚都痛啊！你想怎啦？哦，都痛啊！来，我给你看卖来。我这安怎？来，我看。来。过日子要等。是，我等足久，足久的。乖。有当时啊，我感觉咱亲像一张梦。是吧？是真实。后摆咱永远斗阵，永远斗阵。你两个甲我比啥嘛？哼！无成就体好。你安尼坑话放人唔做，教官在那创啥？阿爸，我甲阿官较早。莫讲较早的代志，即马阿官要见你小弟啊！